是爱家小剧场，今日要为你献唱一出的歌曲，题目是《啥人上听我》。因为以前政府规定爱放假啦，伫厝内面有够无聊的呢。没啦，这袂无聊呢。哒哒啦，哒哒哒哒。哎呦，阿姊啊，你是咧练什么啦？哒哒啦，哒哒哒哒。嘘，通甲我吵，我咧动脑筋。是，你是咧动什么脑筋啊？哒哒啦，哒哒哒哒。嘘。阿姊啊，你莫甲我讲话，我感觉厝内底人拢无要插我，无要听我啦。感觉一定爱考试第一名才会人听我咧。我哪会遮尔啊含慢啦？对啦，你逐个考试都考甲遮尔正歹，你若这当然嘛看袂起你，哈哈哈哈！哼，有啥物了不起？我嘛无要插伊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你考试考这歹，你若这当然嘛看袂起你啦。我今仔日足思念阿嬷的呢，只有阿嬷上届甲我疼啦。你看，我嘛思念阿公啦，阿公伊会买冰淇淋互我食呢，上届甲我疼啦。我内面拢有嘟滴滴，你是安怎呢？你看，迄个小只小鸡的就是我啦。敢若只有阿嬷甲阿公上甲我疼啦。这个时阵，小丽的阿姊因为想要学习隔壁阿姨的经验，拄拄伫想讲要安怎来写，会当写出一条有意义，阁会当用念的歌来。伊听着阿姊的心声，这个时阵阿姊就来思考，到底啥物是听呢？一边想，就开始将伊的体会甲写出来。另外，伫李太太这方面，听着伊细汉后生所讲的话，想到伊无了解做爸母的辛苦，心情嘛郁卒起来啦。我嘛要来试看卖。迄隔壁迄个小姐讲耶稣会帮助我呢，教我爱用祈祷的安尼我要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来帮助我甲我的囝，互我智慧甲见识，嘛互因学会晓怀念，嘛爱知影感恩，通来体会咱做爸母的甘苦心，毋通只有自私，拢想家己的需要甲满足。主耶稣啊，求你祝福因爱顺利长大，成做一个有责任感阁幸福的人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日头赤影影，紧来过四命，有够热的啦！阿母呀，来呀，有凉的无？有煮青草茶我来去摕。赞！阿爸，你回来啦！咱做伙来做一件代志，好无？好，下晡我有闲哦。阿弟仔咧，叫伊来斗阵做哦。赞咯！我想要邀请你同阿弟仔一组，我甲妈妈一组，咱来练习一首歌，是我拄则用心改写出来的哦。隔壁阿姨甲我讲，咱会为着一个人付出，就是因为疼痛伊。我想了以后，就写了这首歌。这首歌是用念的，虽然什么是疼的模样是安怎？真好，咱斗阵来试看卖吼。我嘛想要邀请即马咧观赏的爸爸和妈妈、阿伯和阿姨，大家拢来认真听，大家嘛拢来斗阵学。
等阮咧讲，你嘛跟咧说。老李诶，喂，先开始念哦。好，第一首歌邀请咱大家来听。咱做囡仔的时阵，疼咱的人是怎样咧疼咱呢？请了。囡仔啥人上疼你？我的爸爸，我的妈妈，是安怎讲因上疼你？照顾我又搁养起我，啥物款的好做照顾？搁我的巴肚搁修理我，疼你的人安怎修理你？毋捌代志又搁无听话，若是着我才心人心讲。哦，原来你我拢是同款。我要搁一届啦，换阮来回答。好啊，请了。囡仔的时代，啥人上疼你？我的爸爸，我的妈妈，是安怎讲因上疼你？照顾我又搁养起我，啥物款的合作照顾？顾我的巴肚搁修理我，疼你的人安怎修理你？毋捌代志又搁无听话，若是着我心人心讲。哦，原来你我拢是同款。即摆我了解啊，虽然有当时啊，恁无时间陪伴我，也毋过其实恁拢甲我疼啦。当然爱听你哦，一家伙啊，一定爱互相疼惜，互相体谅啊。好，我知影，则佫有另外一首歌，咱嘛来练看卖啊哦。好，这是我少女的心情啦。来，即个话恁来心念了，请。爸爸，咱来开始哦。好，少年的时代，啥人上疼你？我的妈是我的安娜达，是安怎讲伊上疼你？陪伴我，又搁听我讲话，啥物款的，互你陪伴你？顾我的心情，又搁体谅我，啥物款的，互做体会你？了解我的心通，安慰我，因为有时我的心震动，连我家己拢笑袂落来。哦，原来你我拢是同款。今仔日真欢喜，我的囡仔真正拢捌代志咯。好，记得真正有路用诶！感谢主耶稣，你有够厉害哟！看了这个小剧场，亲爱的阿伯阿姨，爱会记你若是有需要、有烦恼的时阵，凡事拢会当来我可，这位永远陪伴咱，要帮助咱、体会咱、了解咱，嘛听咱的耶稣上帝哦。哦，原来你我拢是同款。大家再会，再会，再会。后面有一首歌，咱来共同收听哦。心心犹原在，当大风迎月山，主的花带我来吞我，世间的苦楚拢
的繁花。袂捌流叫主的名，每话明明伊会听。你兼知影主听你，好若亲像老爸听囝儿。袂捌流叫主的名，每话明明伊会听。你若是落平安，心肝也先伤悲，望主听通手牵你。听通手牵你，你若是无平安，心肝也先伤悲，望主听通手牵。